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福气来耶。在热天的时节，天是暗热哦，来一碗饼，是多么爽快同幸福的事情啊！不过呢，食饼除了要食得好食，食起嘅特色，最重要的哦，还要食得健康啊！今日我们就特别邀请来自竹田一间饼店的后生头家，请佢来同大家分享下今日饼店到底有乜嘅特色的饼啊，也顺便讲一下佢自家的故事哦。马上就来分享我们来自竹田周边饼店的李宗廷阿廷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做李宗廷，我喺竹田開餅店，喺個鄉公所，還有警察局的斜對面、斜對面，哇，歡迎阿廷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哦。阿廷，頭聽按你講啊，你自家開餅店開喺竹田嘅算市中心市區地位嘛吼。阿你係送下喺竹田冇發現到嘅，你哋店面有看板冇啊？有看板較細。阿你係等下個嘢時就要注意一下。不過阿廷，先同大家分享一下講，你哋喺餅店開到幾啊？差唔多開1個啊，佢有乜嘅特色啊？差唔多開3年咧，本來喺開喺竹南，竹南嘅太廟嗰邊，因為竹南人口較少，嗰時就是因為我爸爸有一棟有嘅，路線伊嗰時就做房總，後尾伊講無路線將來定開，提個開半年，因為順利唔會個好啦，因為嗰唔係算市中心，後尾我姑姑愛去土順咧，伊路問我講係喺唔愛來竹田地堡開，伊個店冇用嘅嘛，因為嗰係我阿叔，我路推薦講好啊，望我路對竹南搬過來竹田，路同我阿叔住嘅安尼，然後我喺竹田開。安尼談講咧，阿廷，你自家本身係唔係竹田人啊？我竹田人啊，因為咁講，人嘅親戚啦，同盧卡全部都係竹田，本村。你本中人。本村。安尼談講咧，阿廷，你自家本身係竹田人嘛？以前嘅工作啦，你睇開餅店之前有做過乜嘅工作啊？我係做過保險、房總，還有老師，還有桌球教練、乒乓隊嘅教練。哇，安厲害呢！以前嘅工作經驗安豐富。不過，做乜嘅有按到嘅工作經驗，談講咧，你看有做先生、做教練，其實也唔會差。做乜嘅會想到貴多嚟竹田開餅店呢？因為先生同教練，因為我唔係算科班出身的，我唔算嗰種正式的老師，有一定可以考試啊，考正式的老師啊，我冇個教師證，我能有桌球教練證，我能可以教乒乓，其實因為更加少子化，唔講學校的學生咧都已經變較少嘅，乒乓隊嘅學生咧有可能會變較多咯，有可能，甚至講有個教練咧，還會負責去請個學生嘅來讀書，但有發到好維持有個乒乓隊啦，又係講校隊嘅部分嘛，就按你嗰種都想講，可以轉過來做乜嘅生意啦，安尼啊。因為嗰時陣我太太有看年嘅嘛，差唔多5-6年吧。嗰時陣你想講開間店，又可以順勢2、3年嘅，老人家嘛喺竹田嘛，我媽媽嗰時陣喺波光麵店，竹田嘅波光麵店嗰邊，喺隔壁嘅賣飲料嘅，嗰時陣我想講，我開店嘅，我媽媽又開飲料路搬過來，餅店囤飲料，兩個咁啊，嘟嘟又可以天數2、3年嘅。就按你嗰時候，可以2、3年咧，又可以順勢同老人家總比看得到啦，看得到。我哋講嘅一兼二顧啦，嘛個攏負責得到。不過開餅店嘅又唔係偷入嘅食品嘅可能嘛。你自家以前經常有冇有嘅經驗？你喺開餅店嘅時節，有先去做過市場調查，也係講有去準備練習過一相關嘅事情冇？有嗰時陣，如果出去試其他餅店，我之前喺讀書嘅時陣嘛，試過嗰度餅店，我喺中華讀書，中華台中嗰邊餅店啊，儂大部分
后视咧拢有试过，嘿，所以更加久来开店，假如这是一个有试过的店，较有特色的，假如推台久来南部，因为有的东西摕中部能试得到，摕南部试唔到。哦，你可以问他个基地遐讲，马个迄中部佫有特色的便当，即个试过佫有印象的。像台中咩有个点头饼的。点头饼哦，做乜个要点头？是在好食经点头。嘿，这是一个有试过啦，佫有名啊。嘿，南部人唔会囤串冰加紫米嘛。哦，真是无听过哦。无听过吼。中部人个点头饼一路迄串冰加紫米。嘿，然后加炼乳安尼。哦，还有喏，嗰种连点风更加也有一个饼。我有一个料的啦，嘿，我如果建议人下讲，唔可以加款咯，是款咯，佫香。用你自家的方式变做你自家点风的特色安尼。嘿，我嘛想咧，更加嘛想咧做有竹田特色的饼，嘿，更加喺研发。安尼，你自家几多竹田来开便店的，又有去做过市场调查嘛？又有去联系过案头，几多竹田之后有遇到某个真是个困难的事情无？像俺哋头摆以前有听过一句老话讲，天系做饼，天呢咧做医生。嗰时候以前头摆印象咧讲，做饼真好做啊，做买凉水买饼又饼同红应该都可以啊。更加系咩啊？像样安尼啊？更加不管头摆还是更加啦，其实感觉。各行各业有一个专业的地方啦，嘿，我迄七家做饼，咱七家下来做饼，做了的主要的东西，咱伫做饼真的无咁简单，真是，因为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料的拢会七家做，嘿，唔会七家做，人家一时都说得出来，迄买迄现成的有无？给ซื้起来愈低的。系所以外地迄东西拢七家做，嘛多迄个多啦，因为七家做迄东西无加，有诶无加防腐剂，迄做好差不多2-3年、3-4年以上就坏咧。真是，尤其是捏甜的时间。迄无宁夏无固定点嘛个料诶，个料诶一下就大咧。系所以外地嘛迄研究诶个求，咱伫讲运用诶。去囤遐个料的可以做到好食，嘿，嘛可以本人下吃到健康，嘿。你通安尼讲，能全部点好米烘料的，迄唔能这个去准备的。大部分拢迄即个准备的。你我准备一旧啊，一大点都要烘冲来准备的。所以有时节想挑的有冇？挑的无的，都前一年就要先准备好。跟无法度好马上就煮嘛。因为跟无的马上煮，有的挑的等个久，有的挑的煮的时就要先处理过。本去浸过嘛，有的煮好，有的本去等去冷的，有的炒嘛个东西。有的炒过。真是鬼麻烦的。所以你睇准备的时节，如果前置作业会花较多时间啦。几多钟来？应该录卡，你爸爸妈妈应该都真欢喜吧？吼。有无强的味道出来哦，每个人有无强的意见呐。我还会有冲突啦。因为有时间，像俺妈妈路途来讲料的米烘去家煮，哪有按多时间可以去家煮啊？你给你用买的愈好，也你用买的愈好呀。俺如推着讲，人家唔用买的东西，人家试的就试得出来。伊还有米粒摕是爱的东西的，唔用买的，同用煮的，跟米是有无共用的。是旧的还有差别。是旧的还会有差。我说而且你自家开便店都更加啦，你自家喺坚持咧讲，本大家是在好食，是在有健康。嗰种坚持讲，唔能点烘大部分的料的，迄你自家用煮，迄唔系安尼啊。拢大部分拢自家煮，连个像雪花冰因为伊有特殊基台，如果急速冷却的基台，伊能可以做出来。
假时节连雪花冰马上会去甲做，嘛有去研究讲伊底部的料的按用的皮，嘿，按用的组，嘿，只是如某个机台啊，因为个设备较贵啦，嘿，成本佫高啦，嘿啊。除了爸爸妈妈可能有意见之外啊，另外一半家人有同讲，能做一个便当的，有某个理想啦，也係講有某個建議冇？更加伊是冇某個建議嘅啦，因為更加去學校嘅嘛，真是老師嘅嘛。佢會同聽書冇？會啊，伊下課如果來便當，同埋聽書單，因為伊早晨摕學校嘛，上課上到差不多4點5點，伊拄好摕偏鄉，偏鄉上課差不多到5、6點，有時就要處理事情，處理到5、6點，因為老師較少，所以一定老師的工作量都較大，伊如差不多6點，因為我哋營業到7點嘛，伊如差不多6點落點方突然聽書啊。雖然講頭擺唔係好一個視頻課呢啦，也冇一個相關的工作經驗。不過對你自家來講，有這個嘅堅持，有這個嘅理想，有天天的學，又有家同支持，你嘅感覺，睇做一個便當一開始度，雖然個困難，入門門檻可以講個低一些，不過慢慢的學到更加應該冇多真是講太困難的事情嘛。嗰多困難的事情。你頭都冇講啊，剛剛你談好了，其實你都可以，你都你懂知識，你有這個去研究，都順的呀。你這個影響過程個困難的事情係冇嘅。個困難的事情其實拄到疫情啊。之前可以摕中南的時節，嗰時節明年有了錢，還有幾年的攏無買辦完變。有個都會行社會部分。嗰時節可以嘅，因為真係個人口較少啦，嘛較無知名度，所以嗰時節辦到足田嘅時節，其實係個多年唔定係定招兵係奈。超危險。係辦到足田更加係個多年唔定係定招兵係奈。更加有慢慢的，有來是高，一路來聽2拜、聽3拜安尼。有時會收幾朋友啦、親戚過來。更加人也當年啲。哇，觀眾朋友，雖然講阿婷今日呢邊真是內容過好，不過頭下嘅時節真是生意還蠻好呢。不過更加生意越來越好誒，第播一邊啊，還有樣板嘅故事同提醒呢，休息一下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阿婷講，佢開一間便當冇簡單，了解全部係自家來準備。不過除了冇簡單之外，鄉親朋友自家識到嘅有樣板嘅反應呢，繼續來請教阿婷咯。阿婷，自家準備差唔多會花，頭都有講，有可能會前1年來準備嘛。自家睇估算一條了解準備嘅時間啊，差唔多佔了營業嘅時間差唔多1周。差不多一半，好，真是困難。這樣子我有明確嘅想法咧，因為你自家做料嘅，按你看好咧，係唔係像傳統嘅食品？按你咧話，我哋做田嘅鄉親朋友應該對傳統嘅食品接觸度嗰個吧，應該唔會有太大嘅個無共樣嘅反應。但係佢有讀嗰個銀行識到嘅，同佢印象地部嘅料嘅無共樣，有同唔建議嘅。像我哋咧番薯嘅啊，像嘅粉粿啊，嘅一種東西，攏係人學同我講，我去開始研究，然後推做出來。係哦，今日兩班都唔講啊。有人學為了許願，你出來講，無番薯嘅哦，一個講，兩個講，三個講，個多人講，唔定有無番薯嘅咯。我都去研究番薯嘅出來。我點樣嗰度料嘅，攏係有人學許願，無都係嗰度人滿個嘅，我偏無。我如果開始以前，一東西我用嚟做，係可以買得到原料，我可以來做。
有记得我带遐凉风来到节目底部，嗰时候遐凉风应该迄点风的特色，也系讲最热门的料的嘛，算无？算外地的特色，不过也种东西，如要做，如果将来真的一般以上的时间。也个人哋讲的同名的番薯的啊，迄用版做的其实个特色，迄嘛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？也番薯的我系用梧桐。哎呀，我看其实个色是无所措，我想讲，个铁板度迄做出来係用墨嘅，系啊。我系用梧桐去推煎的，也我煎也个番薯的，我煎到伊口感 QQ，底部迄软的，迄粉粉的，我煎也个我厝边溜煎的，差不多4点钟啦，3、4点钟。安尼哦，我起仔摕个雅士摕顺后安尼看滚去吗？唔免，如果我煎的，要停，要不凉，凉的再煎，凉的再煎，凉的再煎，重复。今日对于条豆米都一定要有个火啦吼，要有火凉的，咱继续加热安尼咱可以煎的萝卜油是硬，边坎去唔会绵底部又可以绵粉粉。重点係講食夾嘅米頭之外，還有食夾嘅口感。食口感，所以重點係講，唔係全部綿喺度，有時擺 Q 喎，底部又有時擺粉。安尼番薯呢？番薯會特別去鮮過冇？番薯嘅路愛人真爽，因為愛芋圓、地瓜圓嗰種買去甲做。番薯嘅路係用愛人做地瓜圓嘅番薯嘅去做，因為你一开始你买好的嘛，你本来你有遐个原料，迄宁还有许愿，我有遐个原料，我如果去做，去吃看咯，做看咯，可以做出来嘛，要花一段时间，这个如果意思，像我哋点样个做东西，像粉粿啊，遐个厚片奶酥酱，佮嘛迄拢来自家去研究出来。因为头拄讲个番薯的，既然按比讲，有讲有特别去做个番薯的芋圆啊，个条全部用自家做嘛。番薯太细条会影响到其个口感啊，也米头嘛。袂哦，太细条袂，较细条的较好做。做起来会较 Q 啦。米头够容易湿泥去安尼嘛？米头伊迄个中间嘛会较粉，萝卜较 Q， 中间较粉。太条的做路会较硬一些。嗰種人要先個個細條來做一個咩番薯？你除了一個番薯的啊，人呢粉粿，一個粉粿，人呢講佢做方來簡單，不過真正要做到好食，係冇簡單的事情，錯冇？我批過。人用慢去吃，用慢去批過佢個事。你盡做盡食，然後越來越太苦。你錄下你係咪看到嘅番薯的啦，仲有個粉粿，全部都唔相似的，因為實在我驚啊。我係有做粉粿同番薯的，通常有擰下來有看到，係我嘅親戚有來點風，有看到，攏會本人。是热门商品都超个。不过也迄东西，咱6日咱可以做，咱有时间可以做，因为天数的人较多。因为平常时我还会做遐个，咱料的我煮，如果花一般的时间呢，再煮遐个煮下去，如差不多会打烊的。哇，你一般来讲，这个准备平时看得到的料的，差不多一道做，点方安尼算拢差不多。15種哦，一般我20種的哦。一般便店人看得到的傳統的料的，5點方嘅共用會有。攏有。哇，安尼真是準備得幾多呢？不過除了傳統的便店之外，頭都有特別小嘅講一個厚片吐司。人哋便店的買涼水硬上嘅多啦，買一個濕的做乜嘅喏？做乜嘅上多？又除了買涼便，又要買一個濕的東西。可以本嚟有點心可以食啦。有的人可能食迄個涼水食到的，想講這方行嘅失敗有其他東西可以食。因為我哋開店喺責任頭4點半到下晝7點嘛，中間也段時間有下午茶時間嘛，有的人如果便囤厚片，看下買幾食，嗰時間我嘛喺食到人家厚片，
人家拢可能同我讲，咱健好片给奶酥够好食，嘿，我去试，试的过后，我感觉也无像唔定讲的按好食啦，嘿，我故意开始去甲研究，然后去甲做，去甲研发，我做出比较好食的，比好食的奶酥，嘿，我感觉伊某个缺点，用贴油，我无做按油，嘿，我嗰时阵买过现成的，像现成的应该嘛可以做的，给奶酥酱嘛可以涂的个喷嘛，嘿，用的两3种吧，嘿，后尾没成功，因为贴油。都唔掉，嘅口味同口感都冇共用。嘿，我上网去查资料，去学。嘿，你这个感觉要个酱，可能特别指奶酥的要个酱，叫我好吃，叫我冲掉那台奶，你怎么个有研究属于你自己的配方吗？就是我上网学嘛，然后我会先做，做出来之后，如果可是本人吃。来点方愈迄试愈迄，所以嗰种来点方的顾客全部变成你的试吃员了。嘿，我亲戚啦，因为这边拢亲戚朋友嘛，嘿，我有了点方，如果是讲新的东西，嘿，我新的东西，拢会先我亲戚啦、姐姐一点啊，嘿，阿姨啊、阿婆啊一点，愈显色，是过后刚刚唔会差，嘿，我人开始再更精进，再去研发。嘿，就是更好的就是比例啊之类的。不过像阿婷安尼头都分享了，其实感觉这个同点方的人效的互动是几好的事情嘛，对怎么？不过前面时间你有讲到点方含前办到足田的时间啦，这时间生意咁冇安好，因为人咁冇多嘛。办到足田来之后，你有用乜嘅方式去行销这个点的吗？主要行销可能如 FB 啊，嘿。IG 安尼，你可以有时间还可以做，嘿，因为像我哋点方的 menu 啊，嘛个用来自家做，有自家用电脑自家做，做的人去本人印出来，嘿，有时就迄个自家印出来，嘿，人自家去调整，嘿。个规模限的不过这个点的客群啊，虽然讲大部分可能都喺人哋竹田啊，又喺福建的个乡亲嘛吼，有哪位人客去到人嘅点方式的冇？有啊，嘛喺个度啊，真是，如拜六拜日较多啦，1到5如可能如在地客，无你不会特殊来的安尼。嘿，有特别适度的、黏度的，变做米吧，有可能米杂也过夜。有啊，如迄有女仆的过来的，有特殊过来的，伊等个嘛个便点啊，是咧个，嘿啊，如果外店也偏卖，因为外店有桶嘛，迄自家煮的，嘿，外店桶水啊、桶水料的，嘿，大部分拢自家煮的，外店也偏卖，有卖锅烧，卖烧的。等一下，你除了买个吐司呀，等做嘛个行会买锅烧喏，你点方迄这个迄咸鱼这个太咸的嘛，也还讲。因为很甜的时节有冇？变较深颜色。哦。外店如可以就是冷热，就是可以互相，就是季节不会影响到，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店里的生意。哦，就互补一下。像外店锅烧，同埋去甲煮的嘛，去甲熬煮大概3、4个小时以上嘛，嘿，这时节如可是有买锅烧的时节是够如果古人买。哦，嘿，观众朋友，阿婷今天的想法真是怪特别的，原来的传统的东西实在吼，冇乜个东西好吃的，你来设计的新的都错。不过除了安尼，阿婷今天还有两班的想法呢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继续来同大家聊聊。前面听嘅阿婷来分享讲，今日点方有特色的饼啊，也同大家分享嘅经验版来做这个料嘅。不过除了以外呢，佢未来同菜体有样版的规划同计划呢，继续来听佢分享吧。阿婷，难得这个
对脑部几多种的族田之后，像这个几类嘛，也係講菜體還有這個算同好啦，也係朋友，今日聽到開點嘅時間，叫人要同來捧場一下，支持一下嘛。一天拢會來捧場支持啊，啊族田嘛，提族田開點嘅大部分攏親戚，啊無如愛自家嘅朋友，啊嘛有個度係後輩愛哋人認識的，因為族田人家。剛剛要青年青創啊，如越來越多青年回鄉，他可能想要把竹田推出去，對，有這個嘅想法啦，好像講人能用這個嘅力量，吼，將一個人哋嘅故鄉變做無鄉用，你這個嘅影響地位啊，像安尼也批嘅後生人，幾多種嘅漢體竹田開點嘅係生發嘅幾多冇？算多啦。他可能會互相交流，互相就是可以產業可以結合。當按來講，除了你自家之外，你能像一批也係講後生嘅來創業嘅，你能有睇互通嘛？也係講用乜嘅方式來做一個結合啊？有啊，有時間，比如講我去是我朋友開嘅西園町啊，可能。我如果推建議講，一東西有新的東西，我如果是可能，推建議，給一些建議，無如係我有推講，之後如果說他搞攏問題呢，可以互相合作，比如說去他那邊吃，消費多錢，如果可以，來食飯，無如來我店方是，消費多錢，如可以食一點，安尼互相連接啦，做一個串聯路出來。無如係做一個旅遊地圖，各個店家大家互相串聯，比如說這個你來我這裡吃冰，我如空一個旅遊地圖給老闆，你如可以來看，我哋嘛有去討論講，我用嘅組可以分來竹田嘅外地客遊客，可以更認識竹田。更認識竹田的一些店家，真是有一種廣告的加成效果啦，吼！因為我去一間店嘅，我都可以提供嘅純嘅實間店嘅，係啊，你們會想講可以有嘅人啦，吼，有嘅大家會想講，我哋菜體可能已經有一個升級嘅，大家有一個想法，會向下可能調整啊，成立一個協會，也係做乜嘅聯盟一啲，你們會有一種嘅想法冇？有啊，更加都有，大家都有提上講，我用嚟去囤竹田嘅東西，分大家人哋，來竹田，竹田有乜嘅特色？像我嗰時節對我睇台中總部圖書嘛，我古來竹田啊開便店，我嗰時節都同我年下講，我不止，就是我不是只有竹田的一間冰店，我要讓你們來知道早冰是什麼。早冰這一間店，不是你們來南部，如能在小林邊，能在萬丹阿基斯，我第一定開過久的，一定嘛有一定的地位，聽我心中一定嘛係前輩，嘛係有一定的地位。但是我想要把竹田的餅就是做到，你來吃，唔會來提你白，提上白，提西白。就幫這個其實也會做一個這個品牌的意思啦，所以我的東西為什麼堅持？如我一定會做到同樣的口感、同樣的口味，我堅持手做，會安尼。就是講，這個堅持安尼，全部用手做這個來做的，後變做這個的其實穩定之後，它個只要去到竹田，我食飯的時候都會想到一個品牌嘅特色嘛。阿田，這個除了同大家合作之外啊，對於店方來講，傳統嘅食品已經穩定嚟幾多嘅。這個有想講做一些無共樣嘅餅冇，像這個嘅想法頭都有講啊，人哋食得按到傳統嘅東西已經差唔多嘅，食到冇嘅東西好食的。這個會想講，人哋店方嘅餅應該差唔多，大家食得關係嘅習慣咧。人哋可以來做一個無共樣嘅口味，這個更加有一個規劃嘛。有啊，更加攏已經研發，係啊，不過更加因為真的天無限的，無辦法，我嗰時節我研發很多東西，因為真的像樂意啊，無如係
嗰時節年下還無按到嗰時節，如果開始做研發，還會利用一個時間，年下無按到，嘛唔會個無限，還會做研發，就是我覺得就是利用時間啦。安尼其實開店都更加有前面的困難吼，都更加個順利。不過也短時間底背這個有曾經講，像前面有講到嘛，因為疫情有嚴重到講，想要轉換一下工作，揾其他的工作嘛。去年呢是有啦，我覺得疫情我哋向下影響冇安太，主要是嗰時嘅知名度冇打出來，嘛，嗰多年唔定係店嘅店開一天來，嗰多年有談講，昨天有變店哦，唔第天來，無如也差咩嗰多年來說咯，因為天涯嚟嘛，嗰多年來說，伊來路同埋講佢話講，因為呢條行業條路啦，我唔定定開一條啊，我係其中一個，因為呢條行業條路啊，係啊，唔定係定開一條啊，因為我哋扛棒，我嗰時就想講做細細嘅扛棒，唔好影響到別人安尼。但是我也想法唔錯嘅。其實也唔好安尼講呢，我哋也係一個做一個目標嘅思維。如果其實我哋扛棒冇做太唔怕，不過我哋做其他的宣傳也可以做大一點。變做講也是另外的一種特色啦。像我有談過講人家深度嘅傳承，假使講人家如果看到有種，其實我感覺挺好奇講，怎麼個一個傳承會深度？有錯啊，就變成一個很特別。只是說，我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搭配講這個嘅宣傳，這樣可以變做一個特色。冇真是太個深度，你要會餓死。我個搓冰嘛，個台哦，個當然攏講係唔定下邊有開分店嘅。更加太個對雪餅、搓冰兩個字可能已經麻木了。看到都冇毛個稀奇都想講，這是什麼？那就過一句。你可能愛吃。我哋那個店面嘛，它偏有一點往裡面，它沒有突出來，它就是在裡面。所以扛棒要做一個細，個當然都，扛棒當好要磨下，我哋喺做嘛嘅，我哋下找邊手做冰品。睇緊你看到，找邊手做冰，買嘛嘅。冇想到啦，冇直接一個聯想。頭頭有講嘛，你這個有一個想個轉換跑道一個念頭出來之後，還有啥物很有滿意克服一個轉化的念頭，還有某個幾眼子哈，不能講又可以支撐下來。就還是靠意志力堅持下去啊！不服輸啦吼，就想講誒，做到更加誒，就已經做誒研究誒年下嘛有也多啦，但是那時候還是在虧錢的狀態，對。因為講唔係係模式，也唔係講年下有反應唔模樣樣誒，只是講有個環境，有個情形之下，先難，你都想講再撐一下呢。都更加已經算穩定個好。算有冇算穩定啦，有個好嘅，因為更加安逸年啦。大家就想講可以來試下。等有買過燒嘛，麵人家是都好食，有個過來買，所以麵團餅攏有得買，更加有做food panda嘛，所以有個你food panda嗰邊有你嘛是都好食一點嘛，我再行。你對於你自家來講，其實你係算返鄉青年來創業吧？你對於一個創業嘅人，假使講有人同窮樣，像我覺得這個喺盧卡也係講，去到一個冇窮樣嘅地方來創業。你對於一個愛來創業嘅後生朋友，愛創業嘅人來講，有乜個建議冇？用你自家嘅經驗同佢哋分享呀？都真係堅持到底啊！愛堅持到底啊！講愛堅持到底其實夠簡單啦，不過只是按樣去建立一個心理嘅層面，也係講這個要先做嘛嘅準備。還有啲過來人可以同大家講。我講，我係愛創業，就是唔好驚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改變，對，然後要不斷的創新。你的腦子也要一直不斷的有想法去湧現，我真的有些東西真的有些想唔出來，如果上網看人家樣來做啊，
可以有嘛个新的东西啊，还是最近有嘛个较流行的东西，还可以就结合来点红的东西。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害怕改变，不要害怕接收别人的薪资，我也不要害怕批评。你有白讲？对，像来点红有时间来做的东西，唔免来做的唔好，可能来点红的个原物料可能无按稳定，你宁下囤，我囤建议，刚刚摕乡下快点好处理摕啊，较有人情味，宁下适度唔好食，伊喊你把好来哦，伊会囤建议讲，上班来适度，有诶无眠呢，还会快些啊，夜班还有助眠呢，还有改进呢。按时看咯，模式，你再同人讲来再改进。面皮一个盘式，心中一个太了一些，因为有时间人乡下比如讲吼，他家乡亲，他家讲法够直接啦，没讲不会拐弯抹角，其实你唔好，佢全部同建议下，我砍一起。莫如伊哋唔好是那种口感，如果同讲也模式可是唔会退。婉转的去回答，因为大部分可能设备有机会弄好事业嘅，人一个唔好事业嘅，我婉转回答，或是如果我可以做一些改变，我可以去配合你想要吃的口感或是甜度，安尼，错噶，就是现在有一个建议吼，真是几好，本会不会有个创业人有一个方向啦，吼，有一个概念，可以去顺着那条路继续来向前行，好啊！哇，观众朋友，今日阿田来的分享啊，唔单止帮人哋提供做田啊，除了办那点传统的食的东西之外呢，还有新的现在之外，本创业的人也有一个方向哦，可以去想过，人哋假使讲回到路卡，去到一个地方来创业，坚持下去，有样板的准备哦。今日啦，再一次感谢阿田带来安精彩分享的故事哦，多谢。多谢主持人，多谢大家。大家有限吼，可以来做田行啊，吼，来做田有几道特色小吃，嘛可以来点招宾手做冰品，社会嘛可以是嘛可以是便来降温，多谢大家。好哦，不管係好食的，也係好料的，最重要要有健康的身體嘛，大家跳跳停頓時上來運動一下吧。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